Hello，大家好，我是嗰本欢迎收看福起来嘅。大家也参咩啊？不是会谈到讲零下经济，乜嘅系零下经济呢？简单来讲，就系冰糖树底下种嘅咖啡同可可安尼农产品嘅形式。不过讲到一个咖啡同可可，大家知冇？人哋慢慢向含铁配为两种铁配嘅农产品啊，成立了三小班哦。不过一个三小班佢哋嘅工作内容，对一个农产品有乜嘅帮助呢？我哋行喺夾夾嗰本專業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吧。而家就嚟分享我哋慢慢提供做個三小班體班嘅班長，總之沒有總太哥嚟同大家介紹咯。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哈。我就總之名我哋就是灣南鄉，我而家目前從事灣南鄉嘅一個可可咖啡一個特種作物嘅班長。我也太太呢也經營啲小型農場度一個商業可可咖啡農場。目前已經經營16年了，也搞去嗰度朋友呢。歡迎我哋總太哥來到節目地位，請歡迎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因為有代表一個探員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分享嗰度無窮嘅故事。不過喺開始之前，先請教一下總太哥，你講能做一個可可咖啡一條農產品已經是過年了嘛？不過睇下之前總太哥還有做乜嘅工作呢？還係講頭下時間都睇做一個農產品啊？我本身都因為我哋一個公部門喺經濟部嘅中油公司上班，我做中糧班。我目前如果以前喺一個農作一個耕田方面大概基本上可以分鬆來啦。我係做班長。我哋種一個咖啡嘅過程都民國94年，民國94年有7個志同道合的一個朋友如果我哋灣南鄉嘅有啲一個中油嘅台田咧，有天星協會安尼。如果安尼鄉下結合鄉下如投資投資中過程中一個頭下5、6年大概會看過當做遊戲的方式在經營就是不是說一開始就是想賺錢就是這樣走過來就叫人會有就是往這個生意方面在做了，就說也感謝說我們屏東縣政府的農業處長一直在叮嚀督促我們，說難得我們這群年輕人在這個寧夏這個檳榔樹要轉做你嗰時其實算退休嘅啦，退休講閒少錢咧，嚟參加工作，也唔係講一定要賺錢嘛。不過嗰時想講我哋經營一個農業嘅時間，先去作物，第一講慢慢嘅片青頭嘅作物像鳳龍果啦，嗰條無香嘅水果也好，青菜也好，嗰度做乜嘅時間會想到嚟種一個可可同咖啡呢？佢下當時古風咖啡很夯嘛。那時候我們就7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到古坑去拜訪。看到那邊當場就看到他們農夫比我們年紀大10幾歲他們都是很戰戰兢兢在做啦。那回來我們就跟2、3個朋友說，你看人家外縣市的那個老農民他們都很認真在做，我們應該跟他們學習。就這樣子就是這樣子投入下去了。投入下去的時候，當然剛剛你講的就是說有百香果啦還有其他的紅龍果那些都有嘛那當我們做咖啡的話，就是說因為它有2級處理的一個專業。那當時就大概有2、3年，我們都是一直在很勤勞的在做了。剛好台灣咖啡的那個一個問世一個過程也就是剛好在那個時段被地方上被政府重視。就這樣一直走過來，這樣。你總睇過，當時雖然講我嚟種有嘅咖啡同可可啦，也第一講咖啡同可可有種農產品佢哋對環境也係一定嘅要求嘅。人當時咧喺種之前有考慮到講，人哋慢慢用試，係唔係親身下嚟種有嘅農產品？一個做重點啦一個係一個沿山公路一個地方因為有嗰種農民啲失蹤啦，人哋看到一人失蹤。種嘅結果成果唔會差但是冇處理一個2級處理機制嘅專業。嗰時我眼下都有7個朋友都人差唔多上下年紀的啦。上下年紀也都請嚟都講各位地方農苗去拜訪去學習。而家我記得印象最深嘅都講係台灣省那個咖啡協會的會長是誰啦？我都提下嘅，我都有5、6個朋友去受他的課，叫做歐社咖啡。歐社咖在台中，因為他是歐盟的一個評鑑老師。我們從那邊學習以後，學習以後，咱回來
因为我有个专业可以做，而且有就可以長久。哦，你拿唔做嘅，哦，我哋諗講啊，可以一個可以做，畢竟唔做一久都一要成錢嘅。不過總體講，人嗰時節久是人人種嘅嘛，錯嘛？嗰時節算係最頭下一批嘅農民朋友係種入嘅，大部分佢有嘅經營啊，甚至於講種啊同加工嘅部分，全都還在摸索嘅。人哋講嗰時節還未成熟哦。不過人嗰時節做入嘅農產品嘅時節。然後，人哋相對種嚟講，能摸索一久啊，有遇到某個困難冇？我有，當然有啊。因為啊，尤其啊，變種嘅房子嚇，偏種嘅房子，嗰個有個修建，有個青苔工，有個青苔專業。啊，嗰種種嘅空間，哦，你一個透氣性，一個對體位度，一個保濕嚇，保濕度嚇，就差很多。我哋一直慢慢的修正啦，啊，慢慢修正我。應該目前都差不多有70%到80%的那個豆子的那個平穩度了。哦，剛開始只有20%、30%，會很灰心的。經過一段年，能又可以穩定上升。哦，5年到6年。5年到6年，哦，差唔多呢，要一段時間。係啊。哦，你其實當時人係種條都唔有講嘛，其實係一大陣朋友哦，5、6個7個朋友共下嚟種，嗰種人嗰時節開始啊，都唔係自家一個人啦。哦，沒愛的人，因為啊，但是我必須我平常時候，如果我對於專業嘅東西係可以認真哈，啊，你人農田嘅嗰啲工作哈，種嘅技術個處理嘅技術，我係一直在學習啦。哦，將來其他明年啊，如果用所有睇要用蜜處理嘅，哦，蜜處理係乜個意思啊？那蜜處理叫做完全發酵啦。到發酵程度哈，它的 body content 會比較高，而且它的甜度。跟那 Alptex 的肥甘度會比較深，是這樣子。哦，從近幾年啊，大部分的處理的方式冇共用哦。冇共用，因為它完全的就是發酵，沒有水洗哦，跟日曬就不一樣。它整個營養成分都是在豆子裡面，讓它毛細孔吸收在裡面。哦，係這樣子。嗰時候頭講到嘅營養，係想請教一下總太講，嗰時節做種入嘅農產品嘅時節，有研究過個。可可同咖啡今年咧營養成分差唔多有一個嘛。哦，一個東西哦，當時我一開始嗰陣唔知啦，啊個經過一個農業評估大樓嘅一個，有人上課大概大概了解嘅內容吼。如果以個方向指吼，啊一個微量元素可以講，但是我也冇做實際嘅分析都很細啦，它用7大樣的個成分的分析而已。一般的農作物的食品的分析啊。7大樣嘅蛋白質啦，嗰啲安尼吼，還有碳水化合物安尼。做一個咖啡同可可，除了種以外，會不會還有青島嘅加工嘅功夫？條到總體個也有手機嘛，學個乜嘅蜜處理啦、發酵啦一條。不過做一個加工部分啊，唔能好細密，更加係有得技術嚟做嘛，還係講唔能用冇共用嘅方式嘅。有，咖啡是比較嗰個單純啦，因為咖啡用發酵處理嘛哈。可可的話，人家另外一條路哈，那個未知數大概有80%還未知，就是林處長也跟我講了，可可的新鮮處理是台灣的未來的寶。沒有人來處理過，他全世界都沒有人來處理，因為非洲國家生產的可可哈，他們不可能，他們沒有電嘛，沒有那個熱能的一個處理，直接就是把它發酵曬乾，賣乾豆。如果新鮮處理的，能夠那個冷鏈處理的哈，那個鮮度可以做大概泰國我家目前有3種我家飼養的，可以 OK 啦。有啲講做拌醬，還有啲都做果汁，當然我介紹做果汁，還有啲哈就做我們煮那個湯頭，它的湯頭底哈，這個火鍋料裡面的湯頭底，它未來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風味。等下，仲有一個安尼嘅糖醋奇妙嘅地方，能分開嚟講好嘅。咖啡同人家共用，能種嘅好細微嘅加工同人家共用嘛，好多咖啡條嘅嚟泡咖啡。不過可可冇共用，可可人家可可係種好之後收起烘嚟加工啊，做巧克力啊條。唔係係種嘅去做一個食材，新鮮安尼是食材，新鮮的食材。做料理方面嘅做。天擺糖多有嘅方式嚟，有嘅部分啊，係最頭下嘅時節，都開始第一講
用安尼的方式来做的，还是讲有啥物有拄到人家大家有在做，谈到的来试验。哦，也可以好，也如果多讲伊咯，民国99年代啊，有点农工队的队长应该也聊，他就讲，他看到我采收的口口就讲啊，那个口口一个肥猪啊，他吃了6年，30年前他吃了6年，不像你们现在吃的巧克力，他每天都采1颗，然后采回来以后破开来以后，就直接把它新鲜处理，把它去碱熟化。然后就是直接就料理了，调理就变成煮稀饭了。哦，煮给煮哦，哎，很会煮哦。对啊，它里面有4种，我在强调哈，它里面有4种作物的融合。红豆、芋头、山薯、人参，不同的位置点，它的风味表现不一样。哦，迄其他嘅成分，也係講其他嘅味道，係有一種4種農。還有4種農作物嘅成分嚟啲啊。哦，嗰種幾個厲害呢，一個調味佢都有按嘅4種作物嘅營養成分喺裡邊。深淺就，但是品種哈，深淺就不太一樣了。有的會紅豆味比較重，紅色的就比較重，綠色的就有果酸味。綠色的果實，它好像有5、6種的顏色。哦，嗰種人最頭下種嘅苦瓜嘅品種都更加含共用嘛。共用。如果我吃生面嘛，冇多嘅。我一吃，我就交朋友的心思哦。我目前在喝酒呢，我也是鼓勵哈，我一直鼓勵你哈，走新鮮的路啦，走健康的路，不要走說很多次的加工了。那個多次加工的那個新鮮度就跑掉了。如果你新鮮處理的話，直接料一下來。人家我講咗，你採下來3天不新鮮的呢。然後你剖開4個小時會氧化。哦，安尼哦，真係鐵白糖果親神奇呢！哇，觀眾朋友，等係從睇過其他嘅經驗，大家係唔係對一個可可啦，係從咖啡用目標嘅認識嘅呢？唔過今日咧30班做乜嘅為了勝利，人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上一段節目啊，仲睇個分享係講佢做乜嘅開始嚟種一個咖啡同可可。唔過今年退休嘅種嘅好好，做乜嘅會想講我哋生意咧3手班呢？仲睇個，這個退休嘅又唔係講嚟賺錢，做乜嘅種咧好好，我嚟生意咧3手班。第一講生意咧3手班係冇簡單嘅事情咧，係蠻難講嘅啊。我先提議啦，其實我啲同事哈，啲總有前幾個應該同學哈。因為3蚊以前坐下來聊時，都是坐談。講我有啲咕嚕布哈，有10多年了哈，應該可能農批哈，人家嘅政府部門也有連線。如果嗰度位置數我哋唔低啊，政府用嘅原則我哋咩唔低啊，啲未來方向用我哋咩唔可以動。你從啲產業嗰度資訊嗬，佢哋做得到，如果能讓你咪產業辦。要嘅。唔過生意咧30班嘅，自家提供有幾多嘅前置作業啦、工作作業嘛，係同自家平時嚟種好高，又係種自家種係冇共用嘅喲。你總係講能自家喺生意一個30班嘅時節啦，前面咧作業也好，能有多乜嘅個困難，又係講唔感覺講，有個生意30班，本人自家又想講，同頭擺。剛開始到生意嘅時嘅想法冇用嘅地方啊。當時我哋提議嘅時候，提議是講我成立一個10多年啦，有10公頃嘛，有10甲嘅面積，我都着急，因為我地方上我哋7年嘅古屋啊，然後6甲人鐵，我都收納周邊的啦，你不會輪人住，一方面有安尼單打獨鬥呀，2、3邊我哋納入我哋灣南鄉。成立啲30班，當然有種嘅觀念咯，我講大家用分享啦，把這個產業大家分享出去，說每個人都是老闆嘛，就按呢方式，大家人嘅經驗咧，有人開店，有人開農場，有人用寄賣啊，種網絡營銷，都係咧。你仲喺個頭頭前面嘅時節，手機有手機一個班嘅名嘅嗬，係提供作物30班，做冇？
唔咩，主要开始是咩呢？主要开始是万能咖啡产销班。哦。3年过后，人因为有嗰度种可可也好，我都成立一个班啦。伊如讲去下如农业科长啊，万能上嘅农业科长林义基来，如讲提议讲，假如可可同咖啡班嘅集中下，你们安尼，如按变成咧可可变以我的名叫做特种作物。哦，原来迄个，原来是你产销班的时间最初嘅冲量系比我摕咖啡，好冇系啊？唔过后些面因为可可也有人种啊，唔过今日也想讲，有伊个团队可以来听数嘛，唔过人数冇按到，嗰度都加入来，都变做伊个体用作物安尼。体用作物产销班。啊，唔过最大量嘅产销班最大量嘅行系咖啡啦吼。目前是咖啡嗰度，但是。因为我做可可，我冇人赚嘅；做巧克力我冇人赚。另外有2个班人哦，以某种咖啡，他是专攻可可。他们有在做那个巧克力的一个贩售。好。哇！啊，你要个产销班也规定咧，产销嘛吼，身上人也有诶，啊行销也有，应该也有啦吼。啊，你行销嘅方式。从传统嘅产销班有乜嘅无共样冇？哦，我有出嘅哦。哎呦，原来唐都真神奇嘅地方係搶講。我有出嘅，因為過年嘅農場也有啲販售啦。啊，有人吼，別人有年紀，因為我嘅班吼有老中青，同樣講有上嘅吼，有上嘅也有3分之一。啊，好上嘅人都向往嘅網絡啦，或者人用網絡嘅形象，啊用以過年嘅思維嚟做。啊，我哋像我哋年紀好多都用傳統嘅店面，用一個農場嚟經營，有附帶價值啦，就是說包括我們休閒以外，就把這個農產品是不是附上去，安尼經營方式。就等於講，親像人講嘅6級產業啦，吼，都生產加工到最面還有一個休閒觀光嘅部分，六星產業安尼。啊，不過後生嘅竟然有這個想法來做名路嘛，喺種傳統嘅，這個感受到講，要兩種行銷嘅方式，有乜嘅無共用，也係講優點啊、缺點安尼。呀，當然有個人嘅，個人嘅路線啦，吼，其實講。可口咖啡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商業的一個運作，因為它不必說我生產的像剛剛講的頭果的百香果，然後紅龍果的香蕉，但你產下來你2天3天沒有賣會壞掉。真是一聽話。可口咖啡不會，沒有，它可以混，甚至咖啡都要放2年越好喝，純度越高。啊，不過其實喺本地嘅加工過後再可以變按叫啊，漲下來上頭那有可能哦。冇，這是前置處理。它有2段處理，那後段的處理就是說你儲存以後，你要銷售的。其實咖啡來講哦，新鮮是從烘焙完的叫新鮮。哦，對人來講新鮮，係對行後嘅這樣回事。沒有錯。哦，這樣子，巧克力沒有用啊。它因為它有後熟原理啊。後熟就是它的苦味澀味會降低，它香甜度會提高。安尼，頭頭總體個有分享到講，咱產銷班底部有1/3係後生嘅嘛。啊，更加貴嘅產銷班佢嘅規模一台一多年啊，總之嘅面積有一台啊。應該28年。28年哦，最頭下10年開始都28年。28年，當然來去啊，其實另外辦公你進進出出你啊，當50-60個啦。啊，有的人停頓了，他不想在這慢慢做，因為比較沒有那麼長，沒有那麼快速啊。速度沒那麼就脫隊了。因為有人他是種百香果的，隔年就有了。就是一投資百香果用網式的，投資另外的就木瓜啦，或者一些蔬菜類，或者來去都有啦。但是我如果建議那個可可咖啡種，伊保持我保持這個有安的通路的，不是有安的課程的，不是一直就都給我一直建議，而且佢嘅投資嘅成本也差不多有幾千萬咧。真是所有嘅成本也貴太呢。係啊，執啊。總體講，頭頭有分享到產銷班嘅人數，20人嘅人有1/3係後生嘅嘛。因幾年來，你自家睇看好後生嘅家庭有嘅產業嘅比例有個高，也有個大，還係講有其他變化嘛？攏平平，老嘅也有啦，後生嘅也有啦，他們都也平均可以有做2-3年有入來啦。但是入來我哋等下你下預防針嘛，預防針你也個唔係講馬上就看到成果，要經過5年，
，coco 是只磨3年，咖啡75年以上，要不然你那个瑕疵多哦，这空包蛋很多。这个你要克服，克服冇克服的话，冇信心嘛。所以我连香港的涂料上来讲，你先有或者神山呢，就保持生产。像我儿子，我沟通了8年，他才现在才投入。哇，观察研究的时间看到你有收入，他才会进来啊。要不他一天2500那个收入薪水蛮高的，他不会踏入这个区块啊。也係呢不過因為一個產業有自己的優勢啦，當我想到講，有目標用年齡層啊，目標用職業的人，搶下來吃可能性就冇。因為我哋看到嘅咖啡同coco嘅產值國大部分都係後背加工過後來賣嘅。你看伊個台灣加工之後生產一個巧克力，哇，個單賣貴，精品咧個貴呢，13倍啊！係啊，嗰度大家可能喺看到有個部分，可能都聽講係講，其實前面投入嘅成本啊，也講到生產嘅部分，個辛苦嘅部分都冇人看到，大家看到係後背嘅部分，係啊，大家陽光汗水。總體講，人一個運作啊，三手板嘅運作，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冇人平時可以用辦去運作有個三手板嘅。我哋固定他們什麼嘢，我可以是班費啦嚇。但是我哋說呢，也長時間的運作上比如講田間管理方面的問題，還說銷售方面的管道，比如說有需要充電的、加電的加能量的，就要去學習。因為咖啡的銷售這個末端跟賣茶葉一樣，你沒有專業技術賣不到精品。你在農場管理的那個過程中你也要賣出去，是賣專業的，不是只有賣有產品而已。你讓客戶認同你的專業以後，自然而然你的產品如果提升價值，三手板產出嘅產品一定係好，不過有個好應用版本收比較低，係有個重點嘛。有啲專業吧。你三手板除了這個做生產行銷之外，我偏向頭到前面講嘅，我哋咧政府啦，又係講工作嘅部分去做目標嘅三手嘅發通冇？有啊，沒法有一人從研究路有攀嘅慢慢過來，像小旅行嘛以前做過後，我都用產業的角度國土用產業的角度來搭配，因為觀光人產業畢竟是連在一起的，你地方上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文化都會跟着產業一直走嘛，所以我一路站在其中一個產業的立場嚟講，一定要用觀光的一個旅遊然後搭配在一起，目前我哋醞釀去睇個希望終於哋合作啦。冇唔錯，更加大家想辦法同人客上過來，不過上過來係上過來，不過要兩班留下有個人客也係費事當然，有一個重點啦，因為你要買你的商品推出去你必須要經過一個專業的人來介紹。講我哋而家都有個我哋觀光產業我哋用嘅觀光產業向中會重視嘛，都要培訓一個專業人員。包括導遊，包括你農產品的一個介紹，使用的方法，對於一般的像我講我會強調用coco你可能我會發表coco的使用的價值不只是巧克力，它對了我們身體健康跟家人的健康都已息息相關。我也養種心態，平時有的，其實我們生活就是最重要的不只是金錢不是財富身體的健康才是最寶貴的啦。冇唔錯，有個係當嘅重點。觀眾朋友，人哋咧三手板對頭下搶咖啡，會不會有揀呢個coco，真是也冇平庸嘅咧。不過，除了這個係三手板，仲睇過這個還有啲農場其他嘅農場特別有某個提升呢？休息一下，CB茶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
前面除了来收嘅各专业嘅我哋三小班用班嘅成立啊运作，甚至讲用班去专业到咖啡啦同可可。唔过大家最关心嘅係講哪只嘅有好食好料啊，更加就嚟帶大家嚟了解一下咯。總體講，條到有前面人能了解講專業嘅部分咧，更加嚟講個好教嘅、好料嘅。你講自家本身還有成立一個農場係咪？我哋一個農場怎麼佢會成立？你自家咩一個三小班應該都怪無限嘅，搞一個農場。其實三小班是嘅米係咱成立，因為係個創作規劃吼。意思係都變咧以前以前的畜牧場啦，我係嚟改造啦吼，係嚟改造變休閒。休閒時就當時我還沒成立三小班，我7、8個朋友吼，有種可可咖啡都挺係嘅凝聚喺一起啦，你也都討論一個用嘅原作，就是變成我那個地方變成了班場所，都安尼。你睇下鄉下嘅地方。原作嘅，我嘅想法都沒講，他看你既然是地方上好朋友哈，要有第三者來講法嘛。如果說我們合作一塊的，就是父母親的福報嘛。就是這種思維啦，安尼思維嚟經營個事業，所以自然講經營嘅快樂講，唔用分享方式，唔單止係嚟賺錢，要幫助你朋友賺錢，安尼意義又要過大，甚至其他後生啊入來嚇，咩你講啲鼓勵嘅方法是講，未來你這個成長過程啊，記得除了自己以外，也要去多考量別人的立場，安尼經營。總體講，唔聽到講，唔係農場原本係從伊個畜牧場開始改建嘅嘛。原本一個更加農場嘅範圍差唔多規模一大嘅。5分田。5分地。嗰時候調下嘅時節嘅畜牧場也係5分差唔多安大。你這個盧卡本身那個畜牧場還有在經營，都不能轉做農場，也係講其後先面冇得做嘅，唔爭嚟賺錢嘅呀。其實我爸爸媽媽以前都務農啦嚇，伊都有台北是講養殖一個畜豬的啦，都養殖業啦，也冇學過後，我都沒有停在那邊哈，我係一個中油上班哈，都下班的時間。5、6年時間，我就慢慢的把它改造呢。我不喜歡講，依照自己的喜歡哈，再去做安尼改造安尼啦。見改造都朋友真多啊，見朋友了解，我哋咪就大家人志同道合啦，地方上哈，有一個另外啲專業，其實大家人互相嘅鼓勵互相嘅幫忙，這種氛圍安尼方式嚟經營，一直都經營到16年。我咪意思博士安尼方式講。也要站在外縣市的朋友來看我們家鄉的兄弟在運作，我用這種思維在做事情啦。本大家來嘅時節，有一個地方好老了，可以好來分享一下無窮嘅消息啦，然後講一個故事打最古嘅地方啦。唔過我睇到安尼面又面到一個真好搞嘅事情。如果你哋嘅農場有一個名嘅，睇到我有講一個名嘅案講。送熱咖啡，怎麼個按照安講？係咪人家不是可能都熱講啊？唔係，也係講一個商業橋哈，也台北時間，我哋灣西都一直在一直都提個中間橋一個玩水啦。那個橋哈，日本時代日本人造的，是木造橋，那個是叫戰備道路啦。戰備道路有做那個橋，日本人造的那個木橋。後來就是一直用那個地方上的一些長輩哈，就給他叫個名叫賞月，時常在那邊看月亮啊，就用那個意義去定他的名字。我那時候我就給他時間，我就認明了我用乜個名嚟做，因為睇下急迫嘅呀，因為上家都去有名，我都一下下單都我哋班人講，都用一個名嚟當然有啲留紀念嘛。哇，安尼安講嘅名調到萬世時節嘅畫面，應該更加想象講咧，真是貴獎咧。你一個算河壩小河壩，河壩有啲橋，睇橋當個安尼送熱，更加還有冇？更加變成水泥橋因為海地變水泥嘅。哇，真冇彩。哎呀，咁冇彩，而家冇多下。
不过平常当然咧农场地方也平常可以个，讲的时节有天时好的时节，送年也可以好的时期。做下无真啊。你讲到鸦片啦，总体讲，这个农场除了做一条农产品，可以看得到可吼之外，地方还有乜嘅特色可以好留了呀？当然，我嘅地方，同我講我 DIY 用係嘛，其實我嘅農場地方有一貫的生產的過程。然後生產的過程中，從疫苗栽培好，人一個種植好，我哋都有規劃改好嘅。都睇下啲農場地方都有做一條睇緊而家副廠啦。睇緊而家副廠嗬，同我講，因為比如講我得到啲訊息以後。我們半夜咩分享，而目前有3間店嘅，三個冰飲店來做新鮮可口的一個料理。也目前肥瘦啊，冇講一下賺咁多錢啊，賺咁多錢，但是肥瘦都鬼好，80%到90%的客群都認為 OK 啦。嗰時候前面小姐講緊咧，可口嘅3個嘅料理，睇唔能農場也食得到。食得到。人哋以客服嘅，人哋以客服嘅。講到鴉片，好好小姐啊講，睇唔能計可以食得到哪條個貼嘅咧3個嘅料理，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一個3個嘅料理嗬，咁啊你是有保存啦，啊有啲零售啦，有啲自家自家庭有啲使用嘅然後，又可以係買嘅半成品，有賣半成品，依係也有個成品料理。成品料理如果那個可口處理過的那個去鹼殺菌過的那個可口都好，有做一個火鍋料，叫冰沙，還有我未來還要做果凍啦，現在目前是80%在做果汁啦，因為果汁的那個搭配它那個像上個禮拜就有3個台大的一個教授過來。他們講說，哇，這個東西怎麼那麼好喝？他說怎麼不推廣？我說這個市場機制也不可能說一下子很普遍接受了，因為語言好，你要專業話要介紹水平，你講也很有使用，對身體有加速甜奶，如果說假使講你冇加速東西你掏1毛錢也掏不出啊。係啊，你一個國家有哪條口味基本用慢做出來呀？假如講到一個重點的哈，我都有講過嘛，你採下來3天不新鮮，一個門檻呀，只有台灣有一條龍，你在國外的，你在非洲的那個國家，南非那個國家生產的可可，你採收3天它不新鮮的啦，它只能說去發酵、曬乾變成乾豆做巧克力，做可可粉，那你新鮮的話，你剖開來。我真的要掌握2個要領，第一個就是說你3天要處理，還有一個要領就是說你剖開4個小時，它會氧化，你要克服這個困難點。我們現在已經跟農業處長已經克服了，把那個鹼去掉90%，然後轉化以後把那個風味再提升，自然的風味天然風味提升出來以後，再來做調味的一個處理機制。我現在在做這方面一直在研發，還有搭配哪些水果，在料理上呢更明亮，更新鮮的味道。嗰種你們搭配有個慢慢用嘅貼喺農產品中，鳳龍果啦，白楊果一條去做果醬嘛。做。吃起來都大隻噃。係啊。吃起來都大隻，你可以食。可以，因為它的油脂基本上能了解可可底的成分是什麼的。它大概有30種的微量元素了，人體需要是46種嘛，它就含了30種，所以它人體細胞元素它含了30種，所以你如果平常有在吸收它，你的細胞老化的比較少，再生的比較多，還有一個就是說它有油脂很高，有那個亞油酸，還有那個硬脂酸、軟脂酸都有，那個油脂你要去怎麼處理？你要把它手法殺菌怎麼處理？要怎麼去回收？這個技術專門的咧。這是一個技術嘛。除了做一個果醬之外，還有鹹的料理嘛。咁我頭頭前面有談過，還有做個拌醬同火鍋。拌醬又有哪一道嘅拌醬？吃隻大隻之後去做拌醬嗎？還有沒有，你要前置中藥已經熟化以後你把它熟化去鹼以後你用那個冷鏈冷凍保鮮嘛。那你回來過來要做拌料的話，你要打成泥，打成泥以後呢再調味道，調鹹度或甜度，然後去做你的蔬菜或者做你的素食的一個拌醬，
给糖烘来都清切很片呢。很宽广。啊，嗰种我石头也得要料理啊，我去到你的农场嘛，什么？啊，去之前我先打电话预约嘛，还是去的时间都可以吃家石头。现在目前是啊，这个研发者当然有6项了哈，6项了啊。其实哈，能客群小会种，客群也是跟我买回去哈。他又提供2个料理的方式给我，他又自己是自创啊。他经过提供的介绍以后，讲那个食材使用的方式吼是很宽广的，不反。啊，伊规个在研究，他会提供我，比如说鸡的列啦，用香蕉有好几种香蕉呢，哪种香味跟这个更搭？他又跟我报告，所以说这个变成讲啊，这些原作坊是那边那个课程然后产生一个学术的交流了，这样的。嗰時候去到5年的農場啊，唔單止可以看得到我哋可可咖啡嘅生產過程啦，嗬，認識好嘢嘅東西，還可以識得到無疆嘅咖啡，無疆嘅可可嘅料理，哇，但係幾好呢！啊，甚至於講，因為5年同嘅三小班啊、菜廳都有合作嘛，假使講我料1年2年，甚至於講3年5年也可以聽出嚟收嘅錯冇，無疆嘅同佢哋聽出規劃有嘅行程啊。重點係講，去到能嘅因為能咩每年都有開嘛農場，我先打電話同佢哋講一下。台中市每年有開啦，但是1個禮拜有2年工不完啦。2年我是休息了，2天他是要做加工啦。2年講，禮拜1、禮拜3啦。像今天一樣。反正啊，我去嘅留了嘅時間，重點係講先打咧電話，咁可以教得到，識得到，可能到咗嘛。哇，觀眾朋友，今日總太哥嘅分享大蠻精彩呢！這頓總太哥嘅分享，我哋第一個慢慢向今日特別嘅聲音，咖啡同可可喺樣板成立一個三小班，和樣板去運作，甚至於講我哋講有限來慢慢向老了嘅時間，而且呢認識咖啡是好食嘅料理，記得咯，有限嘅時間我來慢慢向老了，帶來天發盤總太哥都可以認識我哋慢慢向嘅特別聲音嘅喲。再一次感謝我哋總太哥，今日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分享哦，多謝。謝謝，感謝主持人，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有限嘅時間，讓我哋慢慢嚟聊。我哋呢灣人而家目前一個觀光產業已經發展得相當嘅一個豐富歡迎大家嚟投料。好哦，出去老了之前呢，同樣先同人欣賞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